劉遠輝請你講體育啦。好啊，唔該。南華足球隊再有球員加盟，港隊代表吳偉超由中超回歸，佢希望以自己嘅經驗幫南華爭亞協杯。29歲嘅吳偉超舊年底同中超嘅杭州綠城解咗約，屬於自由身。佢同南華簽約1年半，喺中超打滾6季之後，佢話係時候重返香港球壇。作為香港球員，我覺得係每個球員都想踢南華一個目標咯。希望可以同啲隊友一齊俾到我喺中國踢咁多年波嘅經驗同佢哋啦，同埋我覺得對於日後可能打亞協杯嗰方面，可能從即係打呢啲賽事嘅經驗方面，可能會比較對球隊一啲幫助。吳偉超喺01年效力嘅本地球會快易通退出甲組之後，就決定到內地球會揾食。05年開始，先後效力上海中邦、上海申花同埋杭州綠城呢3支中超球隊。南華近期積極增兵，羅致咗2個升級外援畢特同埋基士文，重召咗陳偉豪，加埋祖爾同埋基奧雲尼。足主羅傑成話，仲會有新球員加盟，希望可以揾到一個中場嘅或者係邊位嘅球員。咁我哋喺中國啦，喺呢個日本啦、南韓啦、澳洲啦、伊朗啊，都有幾個球員係傾緊嘅。吳偉超同基士文下個星期1會出席加盟之後嘅首課操練。